迎收睇今日嘅 ATV 焦點，我係金玲。新一屆嘅全國人大會議一結束，新任嘅國家主席習近平同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就喺第一時間分別接見港澳特首梁振英同埋崔世安。習近平強調，香港、澳門同埋內地只有合作同埋共同發展，先可以實現中國夢同埋中華民族復興嘅願景。參加會見嘅國家副主席李源潮，由於盛傳協助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分管港澳工作協調小組嘅工作，早前亦都受到外界嘅關注。因為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領導嘅大換班，對港澳政策同埋小組運作較熟悉嘅劉延東同埋廖輝退出，令到全任第一副組長嘅李源潮係對港澳事務上將會顯得更加務實。不過，李源潮喺90年代任職國務院新聞辦副主任嗰時咧，對港澳情況已有一定嘅了解。現在協助分管港澳，應該駕輕就熟。另外，從呢一次同場接見港澳特首兩位特首嘅安排上面嚟睇咧，都可以睇得出同以往嘅常規不同。對此，不同嘅媒體都有不同嘅睇法。有人就認為無需過分解讀，就係中央冇咩特別事情需要分開接見啫。但係有啲媒體就認為呢個係為咗凸顯中央嘅權威，突出同香港嘅主次關係。以前董建華進京，因為係首任嘅特首，冇先例可循。中央為咗彰顯一國兩制嘅獨特性，凸顯對香港嘅尊重，於是俾咗頗高規格嘅禮待，中南海接見、握手影相、相對而坐，一切就好似國家領導會見外賓咁。但係呢一次習近平一改常規，同場接見港澳特首，咁當中又傳遞咗啲咩信息呢？有啲媒體就認為，企喺北京嘅角度，香港回歸15年，越嚟越多嘅人將香港擺喺同中央嘅同一高度上面睇問題，有一種事事同北京談判、議價、角逐嘅心態。呢一種情況必須扭轉。所以18大之後呢，一種重新確立中央權威嘅對港策略應運而生。而呢一次改變接見特首嘅形式，就係對呢種對港新思維嘅具體表現。到底呢個係媒體嘅過分揣測，定係中央真有此意呢？或者我哋又嚟聽一聽資深傳媒人唐文對呢一次嘅接見有啲咩觀點呢？今日嘅話題係主席如何看待港澳問題。新一屆人大會議結束，啱啱就任國家主席嘅習近平會見香港同埋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嘅行政長官梁振英同埋崔世安，指導今後嘅施政。從習主席分別對香港同埋澳門嘅兩段提點原話，我哋可以好清晰咁睇得出，中央對呢兩個特區前景有住唔同嘅睇法。習近平對香港嘅指導係，梁特首提出穩中求變嘅施政理念，得到咗廣大香港市民認同。而家嘅關鍵係走緊落實，咁既係行政長官同埋特區政府嘅責任，亦都有賴於香港社會各界一齊努力。眾人拾柴火焰高，希望香港社會各界緊密團結起嚟，支持行政長官同埋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共同開創香港更加美好嘅未來。習近平對澳門嘅指導係，當前澳門正處於歷史上比較好嘅時期，但未來發展亦都面臨一啲挑戰。希望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同埋社會各界增強憂患意識，利用有利嘅時機同埋條件，研究解決制約發展嘅突出問題，為澳門長遠發展打好堅實基礎。如果話中央俾澳門嘅錦囊係居安思危嘅話，俾香港嘅錦囊就係居危求安。澳門喺而家嘅局面唔錯，但係將來應該更加好。重點係在於更上一層樓。香港係雖然已經有咗正確嘅方向，但能唔能夠走落去仍然係問題。重點在於而家必須做好。澳門需要嘅係戒驕戒躁，香港需要嘅係團結一致。中央嘅苦心孤詣，大家都可以感受得到。但事實係，澳門戒驕戒躁並唔難做到，香港團結一致就令人難以樂觀。要香港700萬人團結到好似一個人咁樣，咁係肯定做唔到㗎。唔好話建制同反對兩派尖銳對立嘅政治立場冇辦法調和，即使建制派內部同埋反對派內部嘅衝突，亦都難以停息。緣起2017年嘅特首普選點樣進行，而家已經嘈到天昏地暗，幾乎睇唔到達成共識嘅可能。
緊喺眼前嘅立法會審議財政預算案，更加早就硝煙騰騰，拉布同埋剪布嘅角力亦都從台底升上台面啦。香港團結之難，中央其實亦都心中有數。不過無論幾難，亦都要努力去做。新嘅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由人大委員長張德江領銜，副組長包括國家副主席李源潮同埋國務委員楊潔篪，規格高過以往。目的大抵係希望加強中央對香港社會各界嘅協調能力，同埋內地對香港社會出現問題時候嘅應變能力。原人大基本法委員會主任喬曉陽、港澳辦主任黃光亞同埋香港中聯辦主任張曉明近喺前海會晤香港立法會建制派議員，好可能就係敦促佢哋放低分歧，團結起嚟。團結固然係社會和諧嘅不二法門，但香港能唔能夠真正做到呢？香港能夠真正做到嗎？如果你對今日嘅話題都有自己嘅睇法，歡迎你哋登錄我哋 ATV 焦點嘅網站，發表你哋嘅意見。我哋嘅節目將會將有關嘅寶貴意見摘要播出。今日嘅節目就係咁，多謝大家收睇，再見。